邊個能夠喺持牌場所供應酒精飲品。喺新南威爾士州，個人若要銷售、供應或提供酒類服務，必須滿足特定要求。首先，需要持有負責任嘅酒類服務證書，亦稱為 RSA 證書。所有銷售、供應或者提供酒類服務嘅員工，都必須透過經批准嘅培訓機構完成 RSA 培訓課程。該證書係強制性嘅，且每5年需更新一次。持牌人同經理有責任確保員工接受適當培訓，並遵守所有要求，以保持 RSA 證書。佢哋應定期提供關於安全銷售、服務同供應酒類嘅培訓同教育。員工不得向18歲以下嘅顧客銷售、供應或提供酒類。對於睇起嚟不滿25歲嘅顧客，建議透過檢查有效嘅年齡證明嚟核實其年齡。呢個可以包括新南威爾士州嘅駕照、正本或數字版，其他州嘅駕照亦接受。澳洲或其他國家嘅護照、新南威爾士州嘅身份證或年齡證明卡。持有 RSA 證書嘅人士亦必須負責任地供應酒精，以盡量減少同酒精相關嘅危害，防止顧客喺場所內醉酒，並為顧客同員工提供一個安全嘅場所。當每個人都了解規則時，我哋就能為所有人創造一個更安全、更值得信賴嘅環境。如需了解更多資訊，關於邊個可以喺場所內供應酒精飲品，請訪問 Liquor and Gaming New South Wales 網站。